又有风台出现啊，气象署指出讲，这西马龙风台伫拜三变作是轻度风台，对关东的方向起不影响到台湾。除了这西马龙以外呢，琉球附近也有新的热带扰动，气象署无排除后礼拜一会变作是10月风台，影响到台湾。 这几日的天气是真无稳定，一时闪大雨，一时佫出日头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三下晡2点，日本琉球海面上的低气压一定形成做轻度风台西马龙，以7、8号会影响日本关东地区，因为离真远，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。下午2点增强为第16号的轻度台风西马龙。那在强度方面呢，因为整个环境条件比较不佳哦，预估变成轻度台风之后呢，短期内又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除了西马龙风台，琉球附近的海面上，更有新的热带扰动。气象署预估拜6礼拜有机会形成做风台，而且无排除伫后礼拜一形成10月风台，影响台湾。气压逐渐在发展，随后到假日2天，周六及周日。 强度会逐渐的增强，不排除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，甚至是台风哦。那一直到下周呢，会逐渐的接近到台湾。目前琉球海面上有2个热带系统，气象署指出2个风台形成的时间无同款，未互相影响，不过有可能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到礼拜北部东半部有可能会闪大雨，遐若中南部天气就较好，不过嘛是爱注意过昼了后会西北风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